高雄市农业局甲国立嘉义大学合作开发一台农药检测的专车，会当来验200种的农药哦。农业局嘛强调讲，若验到农药的残留是袂罚钱，会派食物医师来辅导改善哦。目的是要来协助农民省钱省事，嘛替消费者来把关。麻烦你哦。 这台农药检测专车头摆来到大树农会，农民赶紧将往来送过来排队等检验。10点开始收件，马上就收到10件。过去农民若是到往来送去验农药，若上无爱开4000块，等差不多1礼拜才有结果。万一若是往来送去市场才验到农药残留，搁爱罚罚钱，规批往来嘛拢爱销毁。农民讲，即摆有这台农药检测专车，若农民省钱省时省工，消费者的食食也加进保障。伊要做产销班，马当来加快筛啦，会当互伊的消费者食到较安全的农产品。先检验，那如果是安全的，就可以卖出去，然后让消费者也是可以安心的使用。这个农会这边会有执医进驻，那就是对于有验到的农药的那个农民，他可以进行辅导这样。 大树往来登钓时，后续有玉荷包要就市。农业局讲，因一直拢有在撒农药自主检验，这摆甲农粮署以及嘉义大学合作，将农药检测专车直接开来到大树山地，一摆会当检验200种的农药，大约1点钟的时间就有结果。若是验出农药，有专家来辅导农民后续要安怎改善。采你的样品，将一斤以上，包括你是往来啦，还是一罐奶汁啦，还是相关的酸呀啦，这产品拢会采来，咱的工作人员会当用上紧的速度，将这个产品来做一下检验。食谱快筛车就是很接地气，来到当地，而且很快速，1天就可以检验这个结果。目前全国拢总有5台农药检验专车，高雄市是第一个直接派车到产地巡回服务的县市。农业局表示，预告进前，这台农药检测专车拢会伫大树农会高山仓库为农民服务，按算后个月会去美容服务。记者柯家族张永高雄场报道。